拜六透早甲阿玲对阿母去菜市仔买菜，这是阿玲上解欢喜的代志，因为会当买真济好食的物件。阿勇，要要来去买菜，要要来去菜市啊？哦，阿母，我要家己去菜市啊，我想要食豆。因两个就去菜市啊，第二幕。阿爸伫伊厝里内底洗衫甲摒扫。阿爸，洗衫机摕伫迄个芳惠区的头前，芳惠区的倒仔就是洗衫机。啊，你的挂无掀开就会当下面了。哦。啊，挂掀开者。我要煮草。不要真吵。啊，洗衫巾是洗衣精的，洗衫巾倒面。凊彩摕一个，凊彩摕一个。原来是拿盐巴的概念。倒倒的，空的空的，盖起来了，盖起来了，试落去，试落去，洗衫机啊，试落去，好，去摒扫，摕扫帚去扫去。看伊摕扫帚的即个手势，就知影平常时拢无咧扫个。了后，搁去洗米，准备煮饭。洗米，咱看之后也要洗米呗。啊，面对着大家，搅拌那个米啊，洗袂歹哦。啊，迄个水爱倒出来啊，把水倒出来哦。米莫倒出来哦。我叫你甲水倒出来，你甲米拢倒出来。总袂拢那回洗手台啊啦。哎哟，恁这个米阁会当这样吗？啊，家嘿嘿，迄个摕去厨房迄倒咧电话内底，迄个扛起来，会去试落去，试落去，啊去看报纸。第三幕，第三幕。不好意思。阿英甲阿母转来啊，阿英爱讲阿爸，阮转来啊。阿母拢无讲话，就开始要煮饭啊。哦，阿母通仔去买苦瓜，搁要割鱼啊，搁找无家己要讲倒一句。我去煮几项菜。几项菜？啊，开始蒸鱼啊。看食谱啦，请问是在看食谱吗？好，还有蛮有架势的哦，来翻锅，鱼爱跳，鱼爱跳。啊，南瓜羊，南瓜羊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拿过来一罐洗衣粉就给出来人啊。对啊，来这个装盘装盘。哦，伤咸啊，伤咸啊。啊，阿母，我要多久要赶快装盘的，装到小盘子里，叫大家来吃饭啊。嘿。哇，你是上卫生诶，隔壁班的是用手去把食物抓起来放。啊，过来，过来。大家来吃饭来。阿言。来带饭。啊，停歌，停歌，停！伊要讲啊，毋是啦，你要讲等阿母转来。你是旁白啊？啊？等阿母转来，甲菜。等阿母转来，甲菜煮好，阿英要去甲大家买饭。电话毋挂。过挂一下很开，阿英讲。陈子谦最大声，世界最大声，开始。啊，那安尼阿爸厉害啊！掌声鼓励。